新竹市图书馆关东分馆10月初才突开始使用，想袂到也未半个月，就传出囡仔配合图书馆烫鞋仔穿帽仔规定，入去内面无到3分钟，囡仔就骨跋倒，摔甲流血流地。囡仔来图书馆看册，竟然跋甲流血流地，因为图书馆涂骹厝的茶箍地板伤过头骨，加上囡仔骹穿袜仔，无细力才会跋倒，造成规面拢血。有家长是讲，拢会替囡仔准备止骨的袜仔，囡仔穿了较安全。我觉得还好诶，其实小孩应该是要穿止滑袜，因为比较小的他们确实如果穿袜子会滑倒，但是其实小朋友的袜子应该是会有止滑的效果。如果说在室内的话，它的地板是不是应该在整修过或是整理过啊？因为小朋友穿那个袜子没有止滑嘛，没有止滑一定会滑倒嘛。新竹市关东地区的这个图书馆，月初才拄开幕，还未半个月就传出意外。市府表示，未来会增加软的地板、触地涂骹，以免意外搁再发生。发生滑倒事件的当下，馆员第一时间是给予止血安抚。那当下我也有致电给家长表达歉意。我们正在研议增设止滑垫、地毯或者是地垫的部分。原本应该是安全的所在，却因为地板的关系，变成危险的阅读环境。就讲第一改善也未完成的这段时间，会先开放予民众甲囡仔先会当免穿袜仔，就通入去内底。也提醒大家，在内底行的时阵，要注意安全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